立法院伫顶礼拜五进行年金改革法案委员表决，却发生国民党的立委罗冠一，伊人就伫国外，毋过却有出现投票的记录。罗冠一伫昨昏是出面说明，强调几件代志伊并无了解，而且伊嘛强调伊无授权予别人替伊投票。针对这个情形，即马民进党团是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要调查清楚。立法院长韩国瑜15中昼会见巴拉圭参议长欧菲达，无行国会外交，同时国会内部继续为10期议会。国民党立委罗冠仪有投票记录，暗过人伫中国参加活动证据差未煞。罗冠仪本人出面说明，强调对规事件唔知影，也要授权别人代投票。为什么一回国，怎么全国的人都要找我？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，也没有授权这件事。仔细看了一下，也没有人长得跟我一样，而且肤色的那个程度，我也是属于2B 级的哈，所以比较不可能。民进党团前会议罗冠仪被带投一票是重大技术问题，甚至牵涉法律问题。法校和韩国瑜希望彻底调查，各补救甲证据，目前已经由技术处调查处理。立法院阁加急来攻防战场，伫司法法制委员会上演。让各位先回座，麻烦各位先回座。南北党团提出国会改革相关法案，要并15送出委员会。暗过民进党团主张应该延到17、18，和所有司法草案并行审查。也指出定书发言，各要求每一条讨论，暗过调回各种现拢在时，有意见就保留送协商，和调解一句来一句去。不讨论一下呢？本条予保留。藐视国会这么重要，你们都不敢讨论。现在进行表决，赞成反对均6人，同数时取决于主席。本席表示反对，本案赞成者少数，不通过。民进党团阁提出44摆散会动议，暗过党袂过，国民党立委甲民众党总调，国抢联合合作的人数优势，暗过拢无通过。最后总宪宣布专案审查员进入1个月协商顶动期，5月16日改动。在野党要伫5日控6清朝就职总统进程，将相关司法参照通过，互伊去国会随问随答无实国情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